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依勇。一般呢，人会讲一生人可以吞一件事情做好来，如果好过坏也有。我假使呢可以吞一件事情如做好来，加人生过程又很够丰富哦。一個今日二方面呢來賓呢，伊有無心種族族雜人哈，伊呢本來喺台東關山係位廚師，唔過裡面呢變做環保藝術創作者。今日我哋都來談劉永良先生嘅故事，歡迎阿良師。大家好，我係台東關山來嘅劉永良。阿良師，我頭同觀眾朋友講吼，係廚師，吼，係台東關山睇嘅。係啊。哦，咁先同人哋講，儂會變做廚師嘅。我做邊嘅遐吼。每吞嘅，都想講屋下吼，剩兩個落嘅啦。兄弟姊妹全部都五輩，我就想講我也係無賺來，也係兩個落嘅，也係樣嘅都無人知啦，無人照顧。我爭尾想講無我吞賺來都。對屋下順勢照顧兩個老嘅安尼。哦，本身屋下嘅背景係樣咧，屋下都係佢做事的哈。本來我妹都會做嘅人工嘅切仔麵，黑白切，簡單的滷味這樣子。我回到故鄉之後就想說因為要找工作也不簡單，那就想說，那乾脆就在家裡幫媽媽的忙，那就一直想說，那長久做這個黑白切，然後切仔米這個利潤也不是說很高，而且事前的準備工作時間蠻長的，那時候就有一個想法說，那我是不是應該把它轉換形態？那就跟父母親說，然後就到外面去學手藝。那時候開始的想法是說，那我把它改成把店裡黑白切，把它改成說像熱炒店，或是說比較正式的餐廳這樣子。所以才說到外面去找師傅學手藝這樣子。唔係路卡清泰哈，儂我想講推五嘅，我推三個，我有兩個阿哥，一個老妹，泰國佢個條路無好，就係個有一點像是那個比較智商不好這樣子，然後他在我高三畢業那一年就過世了。還有那個因為心肌梗塞，二哥從小就小兒麻痹，那再來就是我，然後就下面就是一個妹妹，所以很多人很多長輩啦，在我小時候常常就跟我說，你肩膀的擔子很重，就從小被灌輸這個觀念，所以長大了自己才會一直會有一種想法。不管再怎樣，我一定要努力賺錢。所以才會變成現在這樣。現在的觀念是，什麼錢都要有辦法賺。難怪哦，因為一般我想講，像我係南埔人，南埔、東埔我哋個鄉下嘅人啊，可能我想講我可以有機會去讀書畢，入去讀書。如果想我哋講，唔通。我推五個上去歸家鄉，原來都係有一個原因，都係我照顧兩老，我照顧路下。唔過如果有想法噃，因為一般上路下開麵店，麵安尼嘅，唔都繼續開都好嘅。唔過有想冇我會轉型，唔等於佢做路上講會轉型嘅呢？係啊，嗰種路上我出去學，間去內學到嘅嘛嘅。做去台北啦、台中啦。宜蘭、羅東啦，去到安多地方啊？係啊，
因为时间自己知道说自己能够在外面学习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就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就是会先去探听说，哪一间餐厅的什么菜好吃。哦，问到咧，就会认人，认去咧，师傅无可能讲一下你去就会教你。系啊，系啊，就会调服啊。调服个，用个调服，用调服嘅啊。你做西方那时间调服呢？哦。反正就是想尽办法，你就是一定要达成这个目的就对了，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这样子。刚安尼出去好一久，差不多2年。2年去到4个地方诶。系啊。哇，刚等于讲，伊个地方半年，如果改好个，如果好到诶。系啊。哇，刚安尼等于过出名哦，过钱哦，一下如好到诶。因为讲你。第一这个时间吼，总得对你会留痛楚。哦。你如新冠都挂掉呢，阿爸安尼。系啊。香港还是唔得出来去。哦。一间店要转型，你必须要有很多的那个规划，然后前置作业。毕竟缅甸的老传统，迄无共用的。好，你的做法，你的经营形态，全部无共用。我就想讲，我这个一家人，我要做了就要做了，所以讲我时间做唔得出了位，不用痛到。哦。嗰種唔記按到地方學嘅菜咩無共用嘅？無共用就像有台菜啦，甚至于客家菜。哦。虽然妈妈很会煮客家菜，但是每一个区域的那个客家菜的味道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上海菜。哦。那回到家之后，把这些所学的，就是自己要去融合当地的味道。要适合当地人的口味。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自己的料理就跑出来了。哦。你好多無共嘅東西，個家鄉下可以發出自家嘅菜色。唔但請去學營養嚟注意呢，呢菜唔係去學經營一道呢。係啊。哦。經營就會更做，更好。哦。就是你要怎麼拉近人跟人之間的距離。哦。你要怎麼把這個客人變成你的老主顧。那最基本的就是你怎麼對他，然後你的東西適不適合他吃，他喜不喜歡吃你的東西，這樣子。嗰個好嘅2年，唔想講差唔多都轉去家鄉關山，自家來轉型開店咧。咁唔家下想講開用哪一店咧？一開始咧就會熱炒。哦。先用熱炒去試水溫。那一開始的反應還不錯。青東人就講話，你做就好按你做嘞。哦。那因為媽媽比較沒有辦法去適應這樣子的那個經營方式。哦。因為來客量突然暴增了。哦，係哦。基本你香港個你用要做咧，按忝。哦。而且他年紀大了，比較像我們大概客人來都是固定都是吃飯時間嘛，大家都一起來，然後那個人數一次來太多的話，沒有辦法消耗，我媽就會很緊張。哦。她就會覺得說，哇，做這個好累。可是當知道我們的營業額大概都在多少的時候，他也會覺得說，我這樣子做，他是有單啊，有價值。對。幾多興一道啊？大概70-80個吧。係哦。有冷茶係咪？有冷茶。有冷茶係好杯，因為一開始是在自己的家裡做，那覺得說自己的家裡這個場地太小。所以桌數不可能太多，就會受到很多的局限。那剛好那時候
在住我们家的附近有一块空地蛮大的，那时候地主要租人，那我们就想说那个地方停车也方便，哦，那他的那个屋子的那个面积也比我们家还大好几倍，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干脆就把这个店移到那边去。那开始在那边营业之后，客人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容纳的人数变多的时候，那客人很自然的就是会一直来。到后来做出口碑的时候，连旅行社也跑来接洽。那一开始我们会认为说旅行社来，他一定要抽成。可是因为那时候自己的坚持啦，想说我为什么要让你抽成？坚持久了之后，那个旅行社会熬不过客人的要求，因为是客人指定要去我店里，所以旅行社到时候到最后他们就会妥协。那我们也知道，那我们就是说，那我就准备一桌的菜给导游啦、司机啦、领队这些，然后其他抽成就没有。久了之后，在旅行，他们游览界啦，都说我那边很硬，就是不管怎样，就是不给抽这样子的。可是当客人要求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把他们带过来。做得做到安尼呢，吼，如迄变哪讲，迄银行要求爱去计算，系嗰种你可以保持讲，哎，你迄唔本厝安尼。就会即个一直坚持啊。我因为讲我揣，我相信我即个顺啊。通迄出遐个阿良师吼，伊几坚持哦吼，唔通伊想要催福，想要赚钱伊做的事情，还个可以传通过后伊做的坚持，如通迄出遐个有一点目标吼，如迄要坚持下去做。俺们唱讲到伊做厨师哦，唔像讲到伊个传播艺术也部分，还个伊含迄义销呢，可以做很多事情。俺们了一下听过继续请教阿良师。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今日俺哋咧来宾呢，伊系厨师，系艺术，咩系环保艺术创作者，吼，系阿良师。阿良师头都有讲到哦，如系恁咧生理啊，谈起来如系规模限，因为我接李行沙嘅生理，哦，唔过伊无强用哦，李行沙无好处公面上嘅，吼，银行只听爱去说的哦，谈起出规模限，按无限嘅传统嘅生理，银行可以做艺术哦。个想法咧，至少我赚了了地方赚钱，好，总是有一点做一点回馈来买。那时候很多的社团的邀约，可是自己会想说，把目标还是放在义销上面，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是比较有意义的啦，对地方也比较有实质上的帮助。那也是因为从小看着我舅舅我舅舅也是义销，他也是做到届龄才退休的。那时候早期的义销出门出勤务都是用挂的，挂在消防车的两侧跟后面。那时候就是看着他们这样子出勤，就会心里就是把他们当成英雄。很帅。所以从退伍到现在，只有加入一个社团，就是义销。其他的社团我都没有考虑。退伍愈讲伊呗。系啊，都了要差不多要30年呢。哇，嘿哦，甲义销还能陆地要做的事情，几多呢？像我连个米吼，较特殊的就因为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一般的火警或是车祸救助啦，那我们那边会比别人还多的情况就是山难跟那个水域救溺。所以我比较会让大家觉得比较累的就是山难部分啦。因为所花的时间会比较长。有时候我们一上山可能2、3天，1个礼拜不等。哇，嘿哦，咁安尼传统嘅生理用嚟久喏？冇法度啊。从啊操吹操到一半，然後啲磨菜好實，啊條我本人就會老人家講排泄，廚師就會大火嘞。啊，嘿哦，會安尼哦，操吹操到一半，唔落去接勤務安尼。係啊，因為以前唔係冇辦法講接到嚟講，我更加睇無限，唔等到會跳起一個傳統嘅事情去做。我即個想法是講，掠錢掠擺無穿透唔怕，那掠從個火，掠擺若無打到，可能就會人按嚟挫傷也一樣嘅。也同人命有關咧，比錢個重要。係啊，嗰個電商如果安尼咧，吼，如果炒菜炒到一半廚師唔驚係咧。哇，咁人家可以嘅哦，教書哦。所以講，後來我真嚟講啊，冇安尼啦，我講你做出來。哦，伊本來唔愛。本來唔愛。哦，本來伊都附近愛創。係。哦。哦啊，愛創我就係個搶人。哦啊，我冇菜，佢做得。伊都變嘅副手，廚師副手安尼。哦，我去打火啊，我去救人嘅時間，伊都變到廚師嘅安尼。係啊，哦，安尼哦，按貼片嘅吼，你會感覺講一件事情過重要，無論用咧，如何去做。係啊。哦，你都冇想過哇，食材過難講估哈。佢咩會包煙啊？哦，佢快咪會煙啊？會煙啊，一天會啊。嗯。要即家翻本蘑菇。唔過唔行嘅堅持哦，有人佢硬學嘅吼，唔行嘅堅持哦，吼，唔講時間已經安尼嘅哦，傳統本單都講無限，要做二手，那無限嘅哦，有人限做，唔可能更加看到安度環保嘅藝術創作，有係唔做嘅哦，係啊，侬會有時間，侬會有一個資源做安尼嘅東西咯。講到你要做呢啲東西就。就係我來吼，最細個來，國小4年級、3年級還是4年級，喺推動個生活美學協會，都廣山辦一場個腳踏車裝扮比賽，啊是指定說要用環保的材質下去裝扮這個腳踏車，佢老給他同學3、4傻，就做喺。建治病的啦，拿波子啦，就我要考唔是佢哋嗰個做埋，做唔出來，真就嚟人嚟講。哦，人嚟講我講好啊，冇我做看，就會安尼做出來鐵一台，要按到酷龍，就變一個恐龍嘅造型安尼。哦，其他同學看到咧，要叫他查就牽來。咪拜託我來做。哦，你睇下，伊啲煲伊啲安尼。係啊。哦。就會安尼做3台，3台就全部拿到前3名。哦，仲可以爆盤嚟安尼。係啊。哦。就會安尼後背嘅生活美學館嘅館長，那個李館長。佢都拿嚟講望我來安排一個時間吼，你去做較多條嘅吼，你來我連了尾吼，我辦一個個展。哇！你做一啲來嘢重要嘅工人有攞來有你做展覽沒有？係啊。哦。因為他給我的時間也很有限啦，因為大概在1個半月而已。我就問我來講，
那你看想要做什么？你就让他讲哦，海绵宝宝。哦。然后吼，海绵宝宝啊，就按呢就做嘞。哇，我先前有看相片哦，你嘅第一的作品可以讲酷酷咯。哦，几强呢？你做喺家乡，唔提讲唔做嘅几好。你有想过哦呀？一定会得名，有按你想无？家是冇想到按到。冇想到。哎。哦，家下做係冇感覺，因為我看到相片感覺，哦，你按厲害，你第一張作品都很成熟嘅作品嚟呢。家下你去甲唔啲吼？唔啲。哦，係吼，你都想試做看啊？咁唔記一隻半夜嘅時間，我做一隻嘅一道隻公仔啊。真像8隻也9隻。幾咩去睇隻呢？哦，睇隻嘅千睇隻。哦。咁唔弄點樣嚟做呢？因為他那個卡通播出的那個時間點，剛好是在客人還沒有來的時候不然像我們兩夫妻在餐廳工作這樣其實很少有時間陪小孩子。那個時間點我會一直，因為前面兩個老大跟老二，我們錯過他們的成長，我們錯過太多了，所以老三出生的時候，自己就會有一個想法說，我應該要多抽一點時間來陪小孩子，所以那個卡通要播出的時候，就是會回去陪他一下子，給他看那個卡通。所以我問他說：“那你想我們那個展覽要做什麼？”所以他很自然就跟我說：“那做海綿寶寶。”以前好看呢。係啊係啊。唔咩，看是啲，我咩啲海綿寶寶上都冇嘅顯啊，唔過我係做。按點樣嚟做呢？而且唔一定係用環保嘅東西嘛。係啊。係啊，一按到冇嘅東西我用嚟點用嚟做出嚟嘅嘢人工。發揮想象力。哦，咁唔都邊啦，唔會做實驗嚟哦。係啊。哦。就會一開始自己也不知道說要從哪裡開始啊。那試了很多的方式。那後來還是決定說用這個報紙下去做雕塑，因為它的可塑性比較大，只是它的缺點就是說要等它乾燥的時間會比較長，也要看天氣，那其實邊摸索邊做了，那其他的部分，比如說像章魚哥啦，它很高，我就去找人家那個不要的水管啦，那一些，它的手背啦，那可以，反正周遭能夠看到的東西，能用的就拿來用了。都冇愛的東西，係啊，拿來吃，都將人看到也冇愛像，也沒抽報紙呢。係啊，也就會報紙原來嘅色啊。哦，本單唔是染色的，唔是染色，本單做好都安尼。係啊。哦，唔過唔記顯呢，咪做嗰種石頭呢？嗬，可以提做噶嗰種石頭。唔啲人就會把到掠喺石頭。嗰度嗰蟲，結果拿起來鏘鏘。係。哦，嗰種也咪係唔似噶，引起想引起美，可以做嘛嘅。像一道東西路邊啦，你看又可以種東西，又可以變東西安尼。係啊。就會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啦。而一開始也是不知道要以什麼當主題去做它。自己一直在想，我既然今天是在做，想要用環保的東西再去做，那就表示這個資源是可以一直重複再利用的。所以那時候一次在偶然的機會，剛好去看到這個復活島的這個摩艾石像。那時候就是有一個想法說，那我就用資源復活這個當主軸。然後所以去做了一個摩艾的很大的那個石像，就是用那個去參賽這樣。哦，一開始做過太早嘅。係。哦，古時路邊那講，後來路延伸很多，變讓你去個主打嘅東西。係。那後來就是環境教育中心那邊，他們也委託我說去用一隻青蛙，去旅行的青蛙，去當一個故事的主角，就是這隻青蛙在台東
的各大景点在旅游这样。哦，如果咱们过四行的个怪的，哦，路边那个走出真景的怪的，啊，有许多国家景点安尼。哦，路边那也个环保的东西，伊有韩国多的发费。系啊。哦，也个头多。原来呢，阿良师伊讲到伊做的一个情形，大家可能也会过好奇讲，伊都在形容来做吼，唔但像也珠宝制作，还有一条人工的，看起来完全唔像制作的呢，甲伊形容来做出来的呢，原来了一下听国际小来请教阿良师。欢迎到这来福喜来嘅现场，今日的来宾是厨师艺术韩国环保艺术创作者刘永良阿良师。不过阿良师有讲到吼，伊做一个主打的作品啊，也看起来鬼冲鬼重，鬼冲杀头。不过呢，其实是自己做的，唔但像安尼哦，像俺哋头前看到一个电影上，也系狸猫系咪？系。唔但像有做安尼嘅 size 的哦，还有鬼太窄的哦。系啊。啊，安尼嘅其实看起来如系像一般俺哋看到如系。叫人都买个玻璃纤维、塑胶，吼做，不过也唔免呢，也自强用呢，吼自做的呢，用来做出安尼嘅改创迄个 FRP 嘅材质的东西啊。了就迄这家吼，紧做紧上啦。吼，因为吼，你看你啊字在做起来吼，伊表面吼就会按呢凹凸不平。嘿，吼啊。你要作品，不管你用来做磨表面磨平吼，伊就唔会讲啊。系啊，系啊，啊，即家紧做紧上，用的留了表面有做个像人那个玻璃纤维按的。后来即家去研究就迄白胶，哦，留个石膏粉。好，那石膏粉跟白胶加起来混合之后，把它涂在它的表面上，等干了之后，我们再用砂纸去磨它，就它会把那个就是它凹下去的地方补平，补到整个完整的是一个我们要的那个亮度的时候，我们再去上色上漆这样。哇，古说安尼样过电子那用的，唔免模型，那你去个安尼天天的安尼去，哈，安尼一早花一久时间，从2早差不多1整日。哇，我1整日来做，哇，跳过1整日啦，你唔是的啦，让人家很多人会质疑说，这个真的是纸浆做的，不是玻璃纤维。哦，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我可以剖开来给你们看，剖面图给你看了。哇，真健看唔出来吼。嗰种安尼做出来应该咩鬼丰盛吼，想讲我可以做出来像无强用的，人国都讲迄 FRP 的东西安尼，吼，可以像安尼做出安尼的人，差唔多吼，用纸的做啊像 FRP 的呀。可能只有我在做吧。你都会坚持一定要用环保的东西。嘿啊，既然自己的起头是想要推这个环保，那我就是想说，不管再怎样，我们不管再怎么做，还是一样要坚持用环保的。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还在寻找很多可用的素材啦。你看印州，讲过好挑战，困难呢，你如果想要挑战，古时候给工厂对你就是很有趣味耶。对。古时候印州呢，做啊边做更加厨师系副业。吼，你嘅主业系环保的艺术呢，吼，那我安尼想咯，想讲干脆主业来做一个。因为春堂吼做30年的啦，就2年前来熟起来咧。哦，熟起来啊！嘿，春堂来熟起来，无去做开春堂咧。因为做到后背吼，像即个身体以后
越做越无好啦。哦，种人家主伫筋膜炎都几啊年嘞，都咧啊要忙好啊。哦，因为引起论嘛，吼。再来就是因为当厨师每天要接触的就是油烟的问题嘛。那客人来的时候一紧张，那个像两夫妻那时候，到后来就是那个甲状腺亢进嘛，就是因为紧张的关系。哇，就是所以自己会有个想法说，你钱赚的再多，你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也是没机会可以花。刚好这个时间点，在创作的部分得到很多人的赏识，然后就会萌生那个是不是该转换跑道了？那时候就跟我老婆讲，一开始她不是说很赞同，她说你做这个东西能够长久吗？那家里开销，你的收入稳定吗？所以那时候其实跟他讨论还蛮久的，就是跟他说餐厅要收掉的部分，其实我也是会很舍不得。毕竟那是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跟他讲到后来，他是肯了啦。那边做他也边在看，然后看到我带他去那个现场或摆作品的地方，他看到很多游客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经过我们去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东西不是玻璃纤维的，这个是用报纸去做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惊讶。然后才慢慢开始，他说：“我老公很像，还蛮有一点成就的，这样子。”甚至于他后来变成说，愿意支持我，这样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我做家迄面冇想到，原来唔单单係做嚟教嘅東西哦，結果竟然還可以謀生呢，還可以落身呢。伊即間拍咩學到一下吼。可是伊冇想到啦。應該是說他不相信說這個東西可以賺錢。應該你一開始也不相信。還是你不是說不相，一開始不是說不相信，是認為自己還沒有到達那個境界，功夫還沒有到那裡。對，那個在還沒有到那個之前，就是自己都還一直在研究的時候。那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像用摩艾去當一個主題去做那個面紙盒的時候，其實那時候就很多人來訂購這個面紙盒了。只不過那個是比較小樣的東西。但唔也個冇可能量產吼，如係唔會一張一張如係手工做的呢。係啊。哇，真係幾花時間呢。今日食係唔嘅幫手哈，油吞天數哈。兩胎的時間吼，就會脖子冇拉中誒，就會拜託佢講，你出去然後有熟師的朋友家買哦，你去人來本個脖子倒來。青島人唔知啊，就會講啊，你看個傳統的生意冇好，袂幫佢哋，你還要做資源回收咧。以為你會安尼覺得。係啊。結果唔係哦，係唔安尼又其實又係創作，又可以落實。你係咪感覺講安尼嘅轉變其實係好啊？掙扎很久了。做了一天，畢竟你要傳統可以30年了哦。自己當初投入非常大的那個心力，因為這個是我的主要收入來源，那又是我最用心的唯一的一個行業。那自己用的心力真的很大，想要把它結束掉。真的那個割捨，在心中掙扎很久。輕攀唔得啦。可是又想到說，在這個點，如果不去做一個改變的話，
我能够当厨师当多久？那我陪家人的时间会变成说还是一样，就是这么少。那我餐厅收了之后，我现在能够陪家人的时间变多了。那我老婆我也帮她打造一间她一直想要开的店，就是做简餐式的。然后就是因为以前我去收了很多那个国小的课桌椅，然后她就一直想要去弄一间小学堂这样子的模式，对，那就帮他打造一间他要的那个店之后，他也做得很开心。那我在工作的空档，我偶尔也会去帮他，然后顺便复习一下怎么煮菜。你刚刚要喜好呢，吼，你边那讲，最近你喺在转型，你嘅想法在转型呢，吼。今日非常感谢阿良师来到我哋嘅节目分享你嘅故事，多谢，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台东嘅关山聊，谢谢。